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18，诗篇34篇18节安尼讲：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，拯救心痛悔的人。撒迦来祈祷，亲近心灵破碎的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立理万有甲掌权的上帝，主啊，你是赏赐快乐甲安慰的天父，主啊，信息甲良善拢属伫你，智慧甲能力嘛出伫你，公义在伫你，心愿也在伫你，因为你是全能的主，永在的爸，和平的君，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这时，阮伫亲人朋友中间，超找疼甲安慰，结果找到的颠倒是取笑甲伤害。这时，阮伫黑暗中行袂路，直到无找到真活的路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互阮活倒转归于你，因为你亲近心灵破碎的人，拯救心痛悔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亲近心灵破碎的人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